所以这一间是储藏室，放一些旧东西。看到有人来，我跟你讲啊。有一个家收纳很重要。对。喵！怎么会有猫叫了？有养猫啊？有猫？有。哎，我最喜欢猫了。你是养什么样的猫啊？那个。哎呦喂呀！是。哦。哎。我知你。哎。你是，你就是。你好。胡瓜。我是认识瓜哥，可是我不是。哦。我是曾国成。哦。新南大主厨。詹姆斯就很高哎。你是？我是你妈妈啦。我吗？哇哦！储藏室里的旧东西，看来是本集最大的亮点哦。简单哦，中上旁张啦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煮菜哦，拢会哦掺猪油，安尼才会香啦。不过我跟你讲，这边因为我在煸的时阵，哎呦，迄猪油来煸出来哦，特别香。其实有人无爱互伊食咯。哎呀，三代同堂一家人，难免有些想法上会有差异嘛。嘿啦，迄差异足多呢，敢若对笨手意见就足多。倒垃圾哦，你想留东西，他们想丢东西。唔是啦，因对迄笨手汤虾米涉水哦，意见很多。不过，不倒垃圾。我看电视的时阵啊，伊啦就爱看你的啦。不过伊讲哦，哎呦，难看低俗不好笑。大概是哪一个节目不好笑？啊，就是有詹姆斯那个啊，他不喜欢。哦，他不喜欢。不是啦，是妈妈不喜欢看了。哦，你不喜欢。不是啦，是他不喜欢啦。怎么又是我啦？有啦，一个啦，这个手机去我拍到水的时阵，哎呦，哭到比阿公翘起个够较大声。现在小朋友呢，他们都在手机。有就做才艺哦，迄个大钢琴啦、尤白尔练啦、英文数啊，什么拢会晓。不过到底迄电力歹去，叫我电力球啊，袂晓。喂。叫你滚！哎，这么有意思的阿嬷呢，被藏在一个房间里，真是太可惜了啊！俗话说得好，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，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，不要到有一天树已经有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，那就真的可惜了。同意吗？哦，是吧？兄弟，你就对我哎。大家，我们是不是开始用餐了？来，请用。来吃饭。唔免等到节目播出，录影结束的迄暗，民众家头已经掀起风暴。我看迄副官哦，人看起来袂歹啦。我会使请伊斗相共哦，帮我甲家讲的加调就好啊。伊是曾国成啊，妈。啊，你拄则我白乱讲一大堆要创啥？加掉。是要安怎加啦？电视、网络，全世界都播出了，我的风头都没有了，我家连形象也都没了。哎呀，我是要怎么样跟我的同学、跟我的亲戚做交代啊？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真是气死我了！讲话为什么不先经过脑袋啊？不要这样子跟妈说话嘛。不然怪你吗？怪你吗？妈，你莫怪家顺啊！阿姨吼。苏秉仲，你跟我上去。唔免啦，恁老的啊，我出去。